虽然说年龄不大，但是经历的真的很多。以前讲到自己那些不好的经历啊，不好的那些生活啊、故事啊，以前讲还不，现在不会了，现在都笑着讲，因为我前段时间不是跟你们说，你们20岁的时候看10岁的时候，10岁的问题不是问题，30的时候看20的时候的问题不是问题，等你到40岁的时候看30岁的时候问题其实不是问题，因为都是你的经历。就像有一句话说的话，他说朋友，这不是你的烦恼，这是你人生的经历。我一下就顿悟了，我想好像确实是这样。说人生一帆风顺有什么意思？是不是？对的，人生一帆风顺有什么意思？人生它就是在不断挑战，不断的成长，就长大了，对，长大了，就突然就有一天顿悟了。